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2月17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胡聊胡適、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金老師啊。今天根據財聯社的報道12月17日電，市場集體反彈，滬指漲超1%，創業板指數漲超3%，滬深兩市成交額1.81萬億，較上一個交易日放量870億。市場熱點輪番活躍，全市場超3600只個股上漲。從板塊來看，算力、硬件概念表現活躍，易中天、光模塊三巨頭大漲。截至收盤滬指漲1.19%，深成指漲2.4%，創業板指數漲3.39%。從這個形態上看今天的這個陽線把昨天的陰線反包，而且好像量還略微放大了一點點，給人感覺明天好像也繼續上攻所以這個我看金融消費者這個又緩過來了，又活過來了。實際上整個上午好像這個走的都很沉悶都在上下震盪。到了下午突然盤中拉起，感覺好像是這個接到指令這個維穩大隊主力國家隊紛紛出馬。就在這個3800點岌岌可危的時候，有人出手了，突然拉起来這個還是財聯社12月17日電，午後多只寬基 ETF 放量異動，滬深300 ETF 最近半小時成交9億，什麼800 ETF、滬深300 ETF、易方達都是放量，突然这給人感覺好像是接到了通知要護盤，這個就像在抽風一樣的無風不起浪很有可能有什麼小道消息、小作文，咱們還不知道，恐怕晚上這個關於股市的傳聞就要出來了，要不然不可能這麼整齊劃一的拉指數雖然今天指數漲了不少，但是今天上漲的個股比昨天下跌的要少，對吧？昨天是4000多只下跌，今天只有3600只上漲，所以很多這個金融消費者並沒有從今天的這個中陽線上面得到什麼快樂，大概企業只是增加了明天的一些這個信心希望明天衝一衝，但是明天恐怕還有黑色星期四的可能。就如果今天晚上沒有消息沒有什麼實質內容，那明天黑色星期四，要麼就是後天黑色星期五我看有媒體記錄說現在的股價低於2440點的，就那個時候股價的這個股票還有1610家。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是買了這1610家股票，那你現在不僅不是牛市而是妥妥的熊市5000多只股票裡面，你首先要排除這1610只這個雷。作為散戶是很難排掉這只雷的。我們再看海外機構繼續異口同聲唱多看好中國股市，境外長線資金積極流入中國股市。這是鳳凰網財經轉發證券日報12月份以來一批外資機構密集發布2026年宏觀經濟及股票市場展望。展望2026年，瑞銀、摩根大通、富達國際等機構認為中國資產在盈利增長、創新加速以及估值吸引力下具備持續反彈基礎。2025年以來，境外長線資金呈現積極流入中國股市的特徵。摩根士丹利披露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11月份，境外長線資金通過滬深港通等渠道淨買入100億美元的 A 股及 H 股，與2024年的170億美元資金流出形成鮮明對比。僅11月份，境外長線資金對中國股市淨流入額為23億美元，了不得11月份就流進23億美元，大概150億人民幣，還不夠塞那個換方的牙縫與10月份的22億美元基本持平。就是外資10月份、11月份各流入150億人民幣這就叫看好。不過這個高盛現在又開始這個雖然是看好滬市但是開始有變化了。這是新浪證券報道說，高盛稱明年股市的最大機會不在 AI。你看這家伙轉彎轉的，這些多少人也被甩下車好不容易的把大家天天說這個咱們為什麼漲是因為科技股對吧？咱們的敘事是科技既然你上市公司都不賺錢，那只能吹科技結果高盛突然來一个明年股市最大機會不在 AI， 你這不是要命嗎？對吧？好多小散戶好不容易擠上這個科技企業，對吧？高科技這趟列車，這你說要換車？高盛報告指出隨着經濟加速，工業、材料和非必需消費品這3大周期性板塊的增長將迎來
爆炸性反彈，增速甚至可能碾壓信息技術板塊。說投資者正專注於人工智能以及推動股市大部分漲幅的超大市值科技巨頭，但高盛表示，明年更大的机遇可能來自其他地方。在一份報告中，高盛说啊，在板塊层面，我们預計2026年經濟增長的加速將對包括工業、材料和非必需消費品在內的周期性板塊的每股收益增長提振巨大。分析師指出，高盛更廣泛的預測納入了關稅壓力的緩解。高盛發出驚人預言，明年股市最大機會不在 AI、消費行業相關基金。總之啊，你要聽這些海外機構炒股啊，你恐怕年都能過錯啊，這誰受得了啊？或許是高盛啊，看到胡適啊這些科技公司除了科技啥都幹，对吧？除了科研啥都研究，研究理財，研究怎麼美化財務報表，想着把錢存銀行吃利息。或許是高盛啊也沒有信心了。對高盛所以說啊，一面喊着咱們2027年啊創新高，一面說啊這個未來不在人工智能，凸顯高盛啊也暈了，也把不住胡適的脈絡啊。為什麼呢？還是財聯社報道啊，他說近3年超100家，說這些 A 股公司年度閒置募資現金管理額超50億元。說科創板日報12月17日訊，近日頂着中國版英偉達光環的摩爾縣城上市1周後便公告75億元閒置募資理財，引發市場廣泛關注。心急火燎的跟金融消費者募集資金眾籌，那錢拿到手，他說閒置說沒用，你說這叫什麼事啊？沒用，那你急着去募資幹啥呢？那好了，沒用他就存銀行吃利息。事實上，此前不少 A 股含科創板啊上市公司出現過使用閒置募集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例子。按照正常邏輯啊，就不應該存在什麼閒置募集資金，對吧？哪有什麼閒置募集資金？那就是你募集多了唄，或者你不應該募集資金，你用不上，對吧？你就從散戶身上把这錢騙到手，完了之後就看你耍吧。哎，這就是胡適啊。根據科創板日報記者統計，近3年，也就是2023年到2025年這3年間啊，A 股市場數據發現，共有超過110家 A 股上市公司年度閒置現金。這個年度閒置現金當然就包括啊募集的閒置資金和閒置的自有資金啊，自己就掙了錢放在賬上，管理額超過50億元，其中包括14家科創板公司。你說科創板公司給它門檻放得很低，对吧？允許它跑步上市，開綠燈，上了市之後募集到錢就存銀行，你說這叫什麼事啊？科創板還14家公司是這樣的，這就是咱們啊所謂的科技公司的一些底色。或許是高盛啊看到這些報道之後，心裡是哇涼哇涼的，但是騎虎難下啊，牛已經吹出去了。這高盛居然把這個對吧，拼多多還有什麼百度還有什麼列為中國的科技七枝花，可以跟美國科技七巨頭對標，對吧？這股民啊把錢湊起來給這些科技公司，本來是希望他搞出什麼殺手鐧出來，对吧？彎道超車，清場是遙遙領先，結果嘛他求穩存銀行了，你說找誰說理去？當然了，這個摩根士丹利啊也沒有這個閒着啊。我看網友啊截屏，這個摩根士丹利是一面唱多中國股市啊，一面瘋狂賣出啊。他在這個中國平安港股上面啊賣盤是排第一的，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瑞銀、花旗環球都是一邊高喊啊牛市來了，一邊在撤退，提桶跑路啊。當然了，今天啊最大的新聞都不是這些啊，今天最大的新聞是360啊這麼一家高科技公司啊，從美股退市回來回歸 A 股的這麼一家公司，被他的高管舉報做假賬。這個昨天啊這個事情在網上爆出來，這個影響非常大。我們看鳳凰網財經怎麼說啊，他說前高管手撕周鴻祎幾十億假賬，周鴻祎回應完全背離事實。這個鳳凰網財經說啊，在商業社會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12月16日，互聯網圈爆出驚天大瓜，原360高級副總裁、3點鐘區塊鏈社群創始人俞洪在微信朋友圈及多個社群中情緒激烈的公開炮轟老東家，將矛頭直指360公司董事長兼 CEO 周鴻祎。鴻祎大叔啊，他指控幫周鴻祎做假賬就至少幾十億，並聲稱掌握相關證據，將責擊
全網公開，並表示認識周鴻祎是最後悔的選擇，自己被坑了很多錢。此番言論迅速在業內發酵，引發廣泛關注。值得注意的是，俞鴻的炮火並未僅限周鴻祎一人，也就是他這個炮火啊，還有炮口還對準了其他人啊。在相關群聊及朋友圈中，他還同時點名幣安創始人趙長鵬、幣安聯合創始人何一、齊安信集團董事長齊向東等多位行業重量級人物，措辭犀利，情緒激昂。對此啊，那周鴻祎肯定是矢口否認了，而且啊，指責對方造謠，无中生有。周鴻祎通過微博否認財務造假一事，經核查，俞鴻曾擔任遊戲公司負責人，該公司10多年前被原360美股上市主體叫奇虎360收购，俞鴻2014年入職360集團下屬公司，1年後2015年因個人原因離職，其在職期間從未擔任360集團核心管理層職務。周鴻祎稱，360集團將依法採取法律措施追究其法律責任，堅決維護企業聲譽與合法權益。那麼昨天啊，這個消息一出啊，360股價就暴跌啊，跌幅達到了5.07%，總市值縮水至760億元，單日蒸發40億元。中國互聯網安全巨頭360突現輿論漩渦，這個事情啊，就像一顆炸彈扔向了資本市場，這個互聯網科技圈。這個360有沒有財務造假？我不知道。但是胡適啊，這5000多家上市公司，你說哪家造假，我也不覺得吃驚，我都覺得很正常，对吧？你要說你保證哪家公司沒造过假，我倒是覺得很反常，对吧？這是我第一個觀點啊。第二個，這個互聯網企業造假那是重災區，傳統行業造假啊有跡可循啊，你就那麼3招，審計啊稍微這個負點責任，對吧？你逃不過審計的那個火眼金睛，為什麼沒被發現呢？是因為那些審計機構啊跟他們是穿一條褲子的，就幫着他造假。這個對吧？證監會不天天查出來嗎？咱們也天天介紹，傳統行業啊造假很容易被查，而互聯網企業它因為是新興企業啊，那行業啊都是新興行業，咱們的審計機構啊還沒吃透這些。尤其10年前，他這事情發生有10幾年了嘛，10年前的事情，那個時候那更是对互聯網行業搞不清楚啊，摸不着頭腦，水深着呢。对互联網行業，對吧？移動互聯網行業這個商業模式啊也搞不清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樂視啊，大家知道樂視網嗎？現在都退市了，那個財務造假，就問大家服不服吧？當年可是創業板標杆企業，對吧？那也是代表科技方向，怎麼後來一查是一個造假大王呢？他那個造假，你也不能說他100%造假啊，就他那個造假很奇怪啊，得益於假會計啊，人家原來是造假專業出身，為什麼叫假會計呢？他出身還真是個會計啊，所以他在造假賬這一塊，那簡直得天獨厚。他把那個大家知道樂視網最大的成本不就是版權嗎？對吧？從那個影視公司啊買最新的這個影視劇或者電影，對吧？你這版權那就是死貴的，那個版權啊，別的視頻網站也買版權。人家都是3年摊銷完，就是這個版權，你買一部電視劇，這個版權是1000萬，他分在3年裡面把它分攤掉這個成本。我假會計人家用的是傳統行業的這個攤銷手法，他是按15年攤銷或者20年攤銷，這樣的話他每年是不是那個成本就很低啊？每年成本低，所以說別的視頻網站都是巨虧，因為別的視頻網站3年攤完，那每年的成本多高啊，對吧？然後那別人一看收入並不太高嘛，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但是成本巨高，所以說從報表上一看啊，別的视頻网站什麼優酷啊，什麼土度啊，对吧？什麼都是在巨虧啊，唯有樂視是盈利。你看看，就問你服不服？那你說在創業板它盈利，那股價就飆升，股價一飆升它就增發，融更多的錢，它就幹什麼呢？對吧？它就拉高那個版權，本來的版权一部電視劇版權恐怕就是100万，它来直接給你500万，那版權的價格越高，別人競爭对手就扛不住啊，拿不到好的版權，那流量就更差，对吧？他拿到好的版权，他15年20年摊銷，反正看上去都是賺錢的，簡直啊全靠財技啊，所以樂視網能成為這個創業板的 No.1， 全靠假會計的財技。當然了，裡面還有做假賬啊，再配合上做假賬，你想想吧，想不盈利都不行，年年盈利，對吧？最後結局是樂視網退市啊。遊戲公司造假是最容易的，而且你還沒法查，對吧？遊戲公司就是充值嘛，它的收入就是充值啊，或者廣告，對吧？那廣告都是比較少嘛，那充值他讓代理商，對吧？你幫我充，这我給你返，你充100，我給你返120，為什麼呢？因為你每
你公司花120買你報表上这100，報表上不就是100嗎？實際上你公司啊，通過大股東，通過其他人花120去買，到你這公司這兒報表上體現是1，對吧？是100，你花出120，你看着是吃虧，但是你這個100再到資本市場放大40倍，什麼概念啊？就放大10倍，對吧？你這100在資本市場變成1000，你賺多少啊？那一頭，對吧？大股東關聯公司掏120，那叫小錢，都是這麼幹啊。至於這個360有沒有這麼幹，我不知道，對吧？就別到一說他告我。但是現在既然那個，對吧？人家玉紅啊，這個高管在網上舉報，那這個事就必須給個說法。什麼說法呢？要麼就這個人你把真材實料拿出來證明，對吧？360確實做了幾十億的假賬，在資本市场啊，你要做幾十億的假賬，你就能賺幾十億，一定要記住了，否則人不會幹的。比如說啊，你做假賬20億，那你在資本市場至少能賺20億，淨賺20億，這之上，這20億就是那些韭菜給的，哎，就是那些金融投資者啊，金融消費者。這就是為什麼做假賬的動力這麼大呀？那是到了資本市场，它就是變成一個放大器，你给你放大。好，你這個高管玉紅，對吧？你得拿出真憑實據，否則的話，那就你360，對吧？你就要起訴他。也就是說啊，這個事情的結局，要麼是這個360啊，你造假被人證實了，你完了；要麼就是那個玉紅，你進去了，你這麼造謠污蔑一個公司，是不是這個道理啊？如果最后這個事情悄無聲息了，那就說明他們私下裡勾兑，對吧？一個手上拿着東西，無非就是這個後面啊，大家可能是分赃不均吶，你沒有滿足我當年我為你幹了這麼多事情，你答應我給我多少股份，對吧？給我多少億的好處，一旦上市，对吧？怎麼着了，結果沒兌現，那不怪我不客氣，对吧？等了這麼長時間，你也不給我兌現，那他在網上一爆料這個呢，那有的人就害怕了，一面對吧？這個斥責他是造謠，一面私下去溝通，對吧？花錢了事，這個可不行啊，對吧？就是說啊，對於吃瓜群眾來說啊，如果這個事情就這麼後面悄無聲息了，說明他們啊，那他們還是有一腿下面有事勾結。如果說要麼是那個舉報這一方進去你是造謠，要麼就是那你既然不是造謠，那就是360，對吧？要立案調查，就這麼簡單啊。而且我覺得監管部門啊，應該是我不知道360是哪裡的公司啊，北京的吧？那北京證監局應該啊要給個說法，應該主動，对吧？現在就要對這個360進行介入調查，那你不能等的吧？360作為一家著名的科技公司，這個監管部門有義務啊，有責任為他洗清這個冤屈，對不對？既然有人舉報他，那你就應該去幫他，你一查他，實際上是為他證明清白嘛，應該對他進行立案調查。這個也是我經常說的啊，对吧？咱們的這個滬市啊，跟美的的這個資本市場為什麼不一樣呢？美的的資本市場是大家都可以舉報，對吧？可以做空，每個公司好多人盯着你的，你敢在那做假賬，你要敢幹這幹那，人馬上就上來做空啊，就是舉報啊，你就完了。而咱們的資本市场是什麼呢？對吧？那個公司明明在做假賬，但是你們其他人沒有權利舉報，你舉報人家可以不理，对吧？就只有監管主管部門說查誰再查誰，那你說說這怎麼忙得過來呢？大家懂這個意思吧？对吧？你要在美股上市，那多少人眼睛盯着你啊，就巴不得你做假賬，你一做假賬，人家如获至寶，对不对？開始做空，開始告你，然後這個美國監管部門罰你，對吧？傾家蕩產。你說滬市有做空機構嗎？敢做空嗎？都沒有，對吧？如果說玉紅這樣的360的前高管就這麼在網上直接炮轟這個360做假賬，哎，監管都不介入，其他的也沒有什麼做空機構，對不對？去調查你這個市場，那就好不了。沒有對這種壞的啊違法行為沒有制約，沒有事後的打擊，成了一個犯罪天堂，成了一個做假賬的天堂。所以說你看滬市啊，基本上每天都有一家公司被查出来做假賬、欺詐上市、財務造假、信息披露違法。這就是大家要知道為什麼滬市的搞不好你想走牛，對吧？你這個牛市啊，恐怕走起來也是地動山搖啊，是不是趕鴨子上架，沙灘上建高樓啊？實際上我分析啊，因為我對360這個它在美股上市以及後來回歸大 A 這些，咱們只知道個大概，沒有去研究。按照360自己的說法，它是收購了一家遊戲公司，对吧？那這個玉紅是那家遊戲公司的主管，應该是這麼邏輯啊。當初收購它的時候，這個對吧？如果被收購的對象業績越好，大家明白啥意思嗎？業績越好，那這邊在美股那個表現，對吧？股價就越高，到時候好高位套現，不就這意思嗎？那這樣的話，他肯定暗示這個是吧？玉紅這邊他就有這個動機啊。我們先說動機吧，對吧？這個遊戲把它做得越漂亮，這數字越好看，利潤越高，对吧？這邊放進1塊錢，在美股能套出4塊錢出來，多美啊！很有可能啊，他們達成了某些默契，對吧？然後說啊，到時候對吧？給你什麼好處，給你多少股份等等期權。結果呢，一上市之後呢，恐怕啊事與願違，因
因為畢竟在美股那兒這造假不太容易，你知道吧？股價恐怕沒達到預期，再加上這個360為什麼要在美股退市啊？它就是因為在美股混不下去了嘛，對吧？這美國的投資者對這種公司不感冒啊，因為美國的投資者他認為這公司啊，這種類似這種公司啊，屬於叫什麼竊取用戶的隱私啊，或者什麼之類的啊，這就是他們對這類的公司反正估值就不高，不感冒，那他恐怕股價就沒有達到自己的預期。这就是为什麼他後來要私有化，就是不在你那上市了，我把你公眾股全買過來，然後再打扮在 A 股，對吧？我回國跟國內的韭菜玩，對吧？玩不過你們美國韭菜，我還玩不過中國韭菜嗎？對吧？所以人家他这個私有化就花了很多錢，這個就是周鴻祎啊，就是以他為主的，肯定跟很多私募基金啊機構貸款了很多錢，把這個美股啊公眾股給買過來了，私有化嘛。完了之後又在 A 股上市，然後要去套現，然後把那個錢要還上，對吧？你買美國公眾股的那些你借的錢要還上呢，所以這些東西啊，恐怕都給這個周鴻祎啊帶來了很大的這個經濟壓力。再加上360，對吧？這是他的主營業務什麼？好像是以前是放小貸，對不對？現在他說了跟小貸公司啊一刀兩斷了，但是他以前的利潤主要來自於小貸嘛，放貸款嘛，360借條啊，對吧？這現在說跟他一刀兩斷，那就是意味着這360的收入也不穩定，對吧？巨虧，再加上減持恐怕也不太容易。他不是上一次是離婚，對吧？叫繞道減持，不就說到他嗎？我記得被證監會主管部門還點名了，不點名批評，對吧？是這樣的吧？所以說啊，這個叫裕宏的恐怕一直等到現在都沒有等到前老板的這種承諾的兌現，然後這個周鴻祎恐怕也就是說大有大的難處啊，地主家也沒有餘糧，當年的諾言，對吧？現在無力兌現，所以鬧掰了啊！這是我個人啊推測。不管怎麼說啊，希望這個有關部門啊盡早介入，還360一個清白，對吧？通過這些啊亂象，你就知道在胡適你在這兒想賺錢，那是多麼可笑的一種行為。到底是管不了還是不想管，這是個對吧重要問題啊。就像那個3大移動運營商一樣的，老百姓忽悠了多長時間啊？實名制，結果老百姓的這個消費者的信息被人家掌握的清清楚楚的，而那些打這個什麼推廣電話、廣告電話、詐騙電話的，卻躲在暗處。他這個實名制到底為誰準備的？把老百姓、把消費者全暴露，然後呢，大家忽悠了10來年，對吧？抱怨了10來年都沒用，結果萬惡的美的啊，FCC 給你來了一紙通知，對吧？讓你有沒有能力區別電詐電話和廣告騷擾電話？實際上就是虛擬號碼啊，實際上就是攔截虛擬號碼。如果你沒有這個能力，對吧？那你就不要接入美國的這個通信系統，不帶你玩。結果你看啊，而且只給14天時間。我可以說啊，3大運營商啊，2天就能搞定，因為這些虛擬號碼就是他自己放的。其實有的時候覺得很諷刺，對吧？我們很多小粉小紅正能量非常反對，對吧？痛恨美西方，結果保護他的恰恰是美西方，對吧？這個歐盟啊，歐盟保護他們8小時工作制，对吧？然後這個美的呢，保護他們不受電詐，然後這個日本、韓國竟寒碜他們，對吧？給什麼2N+1惡意補償，對吧？竟寒碜，对吧？這個國內的這些不守法的老板，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嗎？你說這不是諷刺嗎？還有很多啊，散戶執迷不悟，還妄想着在裡面要賺錢，對吧？如果要是消費啊，你要打定主意消費，那沒問題，對吧？你就在裡面玩吧，心平氣和啊，面帶微笑。也畢竟是消費嘛，消費你不要苦大仇深的，對吧？你既然是消費，你就差不多就得了，你不要在乎什麼欺詐上市啊，什麼做假賬啊，什麼財務造假，對吧？你既然是消費，你就主要是提供情緒，對吧？情緒價值，然後是沉浸式體驗，就好比你進那個什麼鬼屋啊，對吧？去玩什麼之類的，花錢在裡面受驚嚇，不一個道理嗎？對吧？你就把這個胡適當個鬼屋就完了。但是你非要在這兒實現你的財務自由，什麼對吧？賺幾倍，完了再加錢再賺幾倍，那還是算了吧，早點睡吧。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